农业发展、水土保持甲社区防灾，拢是市政建设重要一环。为了民众重视相关的观念，市府甲水土保持署合作，举办农村再生、食农甲环境教育等市级单位来宣导。其中有一天嘛，教场以甲民众做伙来体验。同时，会中透过各种网架人物趣味的表演活动，去在场侪侪亲子做伙参加，场面相当热烈。2、1，请插入。台南400向前行，保水护土，这回来，非常开心，能够我们农村水保探险去有趣的去那大家能够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土地，重视我们的农业，保护我们的农村。这种由公部门所主导的活动，嘛要请社区、学校甲企业共同来响应，不只呈现台南丰富的人文环境，更重要是希望唤起民众对农村水土保持的重视。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